2026年嘅世界盃喺我錄音呢一刻仲有30分鐘就會開始，而喺呢個 special 其實我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過去咁多嘅世界盃究竟有幾多古靈精怪嘅嘢，或者一啲陰謀論嘅嘢曾經發生過。首先我哋由歷史開始講起。其實世界盃表面上好似好熱血，但係好多屆入邊曾經發生過一啲令人好費解嘅嘢。而喺2002年嘅日韓世界盃，當時嘅南韓爆冷入咗4強，而佢喺16強嘅比賽入邊淘汰咗意大利，再喺8強嘅比賽入邊淘汰埋西班牙。而呢兩場波入邊嘅判決，對於好多當時睇波嘅人嚟講係史無前例嘅黑哨事件。而 FIFA 喺事後亦都承認咗部分係有問題，有傳聞其實係當時嘅南韓政府同埋贊助商施壓，所以令到裁判嘅判決有咗出入。而時至今日，呢兩場比賽有好多球迷依然覺得係由幕後黑手操控嘅兩場經典賽事。而喺1978年嘅阿根廷世界盃，當時嘅阿根廷係由軍政府統治。而佢哋主辦嘅原因，其實佢係想用世界盃呢一個賽事去轉移其他市民嘅視線，令到佢哋可以喺你睇波嘅時間，佢就走去對付一啲反對佢哋嘅人士。所以呢一屆世界盃係俾人哋稱為最黑暗嘅世界盃。而喺1966年，當時嘅朝鮮爆冷贏咗意大利，成為以前嘅亞洲傳奇球隊。但係之後無以為繼。好多屆表現都好差，就例如2010年嘅南非世界盃，當時佢哋嘅主教練返到去朝鮮之後就人間蒸發，相傳佢俾人送咗去勞改。而另外一啲相對有趣嘅資料，就例如佢哋隻獎盃雷米金盃，喺1966年英格蘭世界盃開幕之前，呢隻盃曾經俾人偷咗，但係亦都好好彩，好快咁俾隻狗揾翻隻杯出嚟。到咗1983年嘅12月19日，當時嘅雷米金杯響巴西里約熱內盧巴西足協嘅總部入邊又俾人偷一次。由於呢一隻獎杯其實係純銀再鍍金去做出嚟嘅，所以警方認為啲賊人偷咗之後將佢熔咗再變賣，直到今時今日呢一隻杯依然係揾唔翻。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嗰隻其實係第二代。而同世界盃有關嘅恐怖事件，相信呢一單係最勁嘅，係發生喺1994年嘅美國世界盃，其中一場哥倫比亞對美國嘅賽事入邊，哥倫比亞嘅後衛球員艾斯高巴因為一個唔小心將個波踢咗入去自己嘅龍門入邊，擺咗個烏龍，導致球隊1-0落敗，最後小組賽出局。而當佢返到哥倫比亞之後，佢就喺自己車入邊俾人槍殺咗啦。而相信殺佢嘅人係同呢個賭波集團係有關。而喺2026年今屆嘅世界盃，其中有一個喺墨西哥嘅主辦場館叫做阿克隆球場，喺佢哋維修期間，喺球場以外10至20公里範圍入邊發現咗456袋嘅人體殘骸，而當中包括肢解嘅屍體啦，同埋一啲骨骼嘅碎片。經過佢哋調查發現，部分嘅受害人死咗嘅時間唔夠1年。歷史就講到呢一度，但係其實2026年嘅世界盃亦都有一啲預言走咗出嚟，就例如保加利亞最出名嘅盲眼龍婆巴巴灣㗎，佢曾經預言過喺2026年嘅11月，人類將會同外星文明首次接觸，一艘巨型太空船進入地球大氣層。而呢個事件會發生喺大型全球聚會期間，就好似世界盃決賽咁，全球注目嘅時刻。不過今年世界盃決賽其實喺美洲時間嘅7月19日，並唔係盲眼龍婆所講嘅11月。究竟外星人會唔會早到呢？但係響英國嘅 UFO 研究專家 Mark Cristofani 大力推廣呢一個講法。據佢所講，世界盃係完美全球嘅時刻，外星人會選擇喺呢個時候正式出現。至於另外一個預言，
就係有另一位德國嘅經濟學家，佢曾經成功預測過過去3屆嘅世界盃冠軍，當中包括2014年嘅德國、2018年嘅法國同埋2022年嘅阿根廷。而佢而家最新嘅預測就係2026年嘅世界盃將會由荷蘭同埋葡萄牙打入決賽，而最後荷蘭贏咗。佢最後亦都講呢一個統計有一定嘅機會率係準，但係佢好強調足球係好大嘅隨機性，運氣佔咗55%，所以只可以俾大家參考。而另外有一本雜誌就係《經濟學人》，每一年佢嘅1月號，好多人都會覺得佢嘅封面其實係一啲嘅預言，而佢2026年嘅封面，大家呢一刻可以細心咁慢慢睇一睇，佢其實想預言今屆世界盃邊一隊攞到今次嘅冠軍。而以上我所講嘅所有預言，只供參考。足球呢一樣嘢，其實當娛樂相對會好啲。